14號，我咧就抽咗一張種子卡嘅，就係呢個啦。咁佢今日嘅訊息係：當下的力量是你所能從無明、無意識中甦醒，善待每一刻，注視每一刻。咁呢一個嘅訊息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教導啦。因為佢提到當下嘅力量其實係點樣得返嚟嘅咧？一個好實際嘅就係要善待每一刻，注視每一刻。點樣善待？點樣注視咧？唔係講即係我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要有所覺醒，或者有啲咩大道理，或者我真係要叮一聲去有一啲嘅靈感，咁樣先叫做掌握到呢個當下嘅力量。如果可能係好簡單，好似而家陽光明媚，我而家好享受呢一個陽光嘅時間，咁我已經係喺呢個當下獲得緊一啲嘅力量，我嘅內心可以得到平靜，可以得到陽光嘅滋養。呢一個就係點樣去善待你嘅每一刻。今日就去咁多，拜拜。